这个戏剧界特别是非常的低迷。那我也觉得，哎，好像有点闷了还是什么，很想学一点东西，学知识。那所以呢，我才决定出国留学。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特别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老先生教我的，我想这么多的学生当中，影派的学生当中，我觉得我是最幸运的。我不同意的这样。他说呢，你放心，这个对一个老人，对一个病人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真的。我知道连波老师每次想到这儿，肯定都会非常的难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名家名段任你点，我是陶海。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呢，除了一如既往的为您呈现各大剧种的经典唱段之外呢，还会为您邀请戏曲界的名家和新秀共话戏剧之美。那么今天的我们的现场呢，有2位嘉宾。首先要介绍的这位呢，我一说出他的名字，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会说上一句久违了，那就是著名影派小生王君安。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很久不见了，我是王君安。好，谢谢君安。那么坐在君安旁边的呢，是我们的德高望重的一位老艺术家啊，那是在影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当中啊，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著名作曲家连波老师。连波老师的作品，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一定是非常熟悉了，比如说《何文秀》、《宝玉与黛玉》啊，这个《屈原》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影派的著名作品，在观众当中啊有着非常深厚的影响力。连波老师今天能够请到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真的是万分的荣幸。先给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好吗？观众们好，今天我到这儿来录这个节目啊，感觉到非常高兴。第一个呢，通过这个呢，对影派有个美好的回忆。再一个就是为君安做一个节目，我觉得非常高兴。为君安做一个节目，也是为影派艺术做这档节目，是吧？好，谢谢2位。君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有2件事儿，对不对？对。第一件呢是，我知道你们正在这个策划一台这个非常大型的纪念影派的演唱会。是的，这个演唱会就是说定在1月20几号。那主要是怀念老先生88诞辰。对。那么在尹桂芳老师这个88诞辰的这个演唱会，这个纪念演唱会之前呢，你个人也推出了一张专辑。对，是吧？能不能给我们仔细的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一些情况呢？好啊，这就是这个专辑的海报，就影韵风流。哎呀，照片拍的真是非常的漂亮。谢谢。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一般的这个海报吧，都做的色彩非常的明丽，为什么你的海报显得那么素雅呢？因为我觉得影派相对来说不是比较含蓄，而且比较清丽委婉的那种。那我觉得这样一做吧，就有点区别于很多戏曲的那种一般的那种戏曲带子。对。那我很想把这个粤剧呢，做成一种比较有国际性的。所以说这一次就把它做成是中英文版的。就唱词是中英文版的。对。这也是非常便于这个国际友人来欣赏这张专辑。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就是说现在是，特别是上海已经走向了一种国际性的。那我希望更多的国外的一些朋友啊，国外的一些观众啊，都能够了解影派，了解粤剧。好，谢谢王君安。那么这里是名家名段任你点，我们首先呢来听王君安的一个唱段，玉蜻蜓的《钱幽庵》，好吗？好。no，不是，我对你笑你。是在对你笑你，对你笑，此次倒是对你我儿子笑的。山海呀。
苗林，小你我二把苗林桥同塞，小你我只因人不识，只因人。他想你中涛在里西晨光，奶奶望君与亲分。他想我富贵永往不在一人，但是路不功名。他想你应于今世举众生，难举世举托虎坑。他笑我世俗不敬，来世女上夜年君不尽心。他笑我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笑你可怜迷了家心情。听笑我扬州清王台，笑你矫情人之地，笑我王子自己说，笑你不该少年女，长眉他心笑的是你爱我，我爱你，错过青春无此人，无此情。听到了，您给大家呢带来这张专辑呢叫做《影韵风流》。我知道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还蕴含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深层的主题，那就是怀念你的先生尹桂芳老师。对，因为明年就是尹桂芳太先生的88诞辰。88对，那我很想来做点，想为老师做点事情。那所以说这段时间都在策划这张 CD，以借此机会来怀念太先生。那我知道这张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的，在选曲方面，哪怕在配器，在各个方面的这个连波老师都是起到了很多的这个关键性的作用。对。那连波老师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选曲啊，或者制作有哪些特点吗？这张 CD 的选曲呢，一方面就是要体现尹派的基本的特色，所以把尹派的最经典的唱段集中在一起。
最经典的一些影派唱段，最经典的，流传也。那么这个同时呢，也根据君安的特点，君安的唱法，就是他的嗓门，王君安他自己有自己的演唱的一些方法和特点，所以也考虑到了啊。尹桂芳老师在的时候呢，他一直强调一句话，你们学我的流派不要死学啊，对，要根据你们的条件，因为尹老师这个时候唱的时候，他这个年纪比较大了吧，嗓子上有一定的局限吧，你像君安这样完全可以发挥，所以这张 CD 里边呢，充分发挥君安的特点。对，君安的这个嗓音条件，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这一张 CD 这个唱段里边呢，就是按照现在时代的特点，所以我们在配器上也花了一些功夫，也做了一些调整。就具体的是做了哪些调整呢？这个配器上用了一些交响乐啊，立体的，这个花了功夫。但是交响乐和这个乐剧本身伴奏的这个结合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对，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一方面发挥那个交响乐这个立体的作用，同时要体现越剧的风格，不仅体现越剧风格，还要体现尹派的特点，所以这方面呢，我特别注意，因为这个弄得不好就是自管制，是，这个越剧管越剧，这个交响乐管交响乐，对，两个是贴上去的，应该讲要把它揉在一起，那么我觉得君安这张片子呢，我自己也比较满意。对，凭着您对尹派的这个精髓的理解啊，我相信这张专辑是一定有可圈可点之处。那君安能不能告诉我们，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到底是选了哪些曲目呢？这个也是观众朋友们非常想知道的。这张 CD 当中呢有浪荡子，桃花扇，玉蜻蜓，红楼梦。何文秀，其实都是一些尹派的，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对尹派的经典唱段。我相信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影迷们啊，一定是非常高兴，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期待这张专辑了。那这张专辑大概是什么时候可以跟观众朋友们见面呢？应该是在下个月演出之前，1月20几号吧。就是1月份就会发这张专辑。居然我还知道这张专辑是限量发行的，是吗？对，限量发行的，总共也只有几千套而已。几千套而已。对，那为什么会选择限量发行这种手段呢？因为我觉得要把它做得好，所以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到位、仔细，所以说质量上各个方面都比一般的都要高，特别在印刷上，我也里面特别就是说印刷纸文字啊，中英文版啊，因为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做成是一种比较好的，然后收藏价值的。唱词是中英文版的。对，因为唱腔吧，你一字字翻就比较难，所以我后来决定呢，就是说把它翻译大意的意义啊。一段唱的大意是这样子就让一般就是不能看中文的人就能了解你这段唱腔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蛮有收藏价值的。关于这张专辑的，非常感谢君安和连波老师的介绍。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唱段，是君安这一次在这个芳华乐剧团成立60周年的晚会上演绎的这个盘七的一个片段，对，洞房，对，一起来欣赏。
来相爱，三五所在飞茫茫，夜得冷月，我行月晚风有灵，不辞诉，一并相思，殷勤养子，好容易盼得不的娘孙嘴，扫走了三界鸳鸯贼，今日东望人家情花草永不飘起红巾诉风雨。见娘子必促见子，登君我觉得做这个 CD， 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我也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我的很多朋友都喜欢听我们粤剧。但是呢，当我送给他盘带子的时候，他就看不懂。老师来问我，君安啊，你这段唱腔是什么意思啊？很好听，但就是听不明白。就听不明白。那我就觉得，哎，我们就应该尝试尝试啊，把这个翻译成个大意，让人家来了解这个唱段是什么意思。是，我建议你今后在舞台演出的时候，最好也把那个字幕啊翻译版英文、中英文对照来看，那个对不对？也非常的新颖。哎，那说到了你在美国这一段，我不得不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在媒体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应该说你这是在你的这个事业的一个巅峰状态，突然之间离开了舞台。其实那段时间你去了哪里，很多观众朋友并不知道。但是后来我们陆陆续续的听到了一些传闻，说你在美国，能告诉大家当时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离开舞台呢？那个时候10年前了，也就是我在福州。那个阶段呢，在中国这个戏剧界，特别是非常的低迷。那我也觉得，哎，好像有点闷了，还是怎么？很想学一点东西，学知识。那所以呢，我才决定出国留学，来补充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的东西，来提高自己的修养啊，各个方面。那主要还是为了充电。对，为了充电。但是我听到了一个说法，说你走的时候，这个泰先生尹桂芳老师好像还非常的难过。我想肯定是非常难过的。一方面是非常难过，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泰先生他也很理解。他很理解。对，因为我每年我在国外的时候，逢年过节啊，基本上我都是打电话给他，问候他，看看他好不好。那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从来没有骂过你。但他是不是从来没有骂过我？知道他心里很难受的，但是呢，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会不会就是旁敲侧击的说，君安啊，你什么时候是不是可以回来登台啊？泰先生倒是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他都是给了我这种自由的。他觉得，你觉得什么是对的，你就去做。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开明、非常能善于理解的一个
太先生。我们在做这个采访之前呢，跟君安沟通的时候，君安就反复提到一点，他说廉颇老师一定要请来，因为廉颇老师是看着我长大的，真的是。那廉颇老师既然是看着君安长大的，能不能评价一下君安的为人，君安的艺术，在您的印象当中，君安是一个怎么样的演员？这个君安啊，我的确是看他长大，对他特别有感情，所以看到他像看到自己小孩子一样，看到自己女儿一样啊，所以这个特别亲切，因此他的成长，他的一个收到一点效果的话，我都很高兴的。他每次回来到我这儿来，我总看到他，总感觉到他进步了，慢慢的在成熟，现在特别成熟，如果现在能够登台演出的话，我相信啊，比以前10年以前更好一些，因为这个艺术啊，一定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他现在呢学了一些，他不是跟我通信嘛，以前跟我通信写不通的，现在他能够跟我写信比较流畅了，对吧？中文也比较提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还是有必要的。那么君安的这个为人呢，我是说，为什么我对君安比较好呢？因为他这个为人啊，有点像他那个老师，有点像尹桂芳老师，比较大度，想得开，做事情也比较就是说不是斤斤计较的，尹桂芳老师就是这样的，那么对人呢很宽厚，而且呢善于帮助人家，所以我觉得呢，君安呢，这个尹桂芳老师的一些优点他是学到的，他是继承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是为人是做人是首先的，这个艺术是也重要，但是有了好的做人了，就会带动这个艺术。那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尹桂芳老师过世的时候，君安是什么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其实我是一直在那段时间，老先生在医院的时候，我差不多都是每天打电话给他，但他不能讲了嘛，已经不能讲，那只能是听到我的声音。那我听伊梅阿姨在说给我听，她说老先生有点头这样子。但是因为我实在是回不来，那个时候刚好是大学的最后1年了。那个时候学业太紧张，赶不回来，真的是赶不。我想我赶回来之后就出不去了，因为实在是没办法。那所以我为这个事情心里也非常难受，因为总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小心。就像刚才廉颇老师说的那样，那么现在的王君安呢，通过了这10年的磨砺和学习之后，如果再次登台的话呢，表现影派艺术一定是更加的成熟。那我们接着继续来欣赏你在这个芳华乐剧团60周年的庆典上演出的盘期的另外的一个片段《和亭》。好。你可知个人生于世，非常真意，非常事，非常事意，非常心，这非常心，你如何彼此？谁才是个人自有个人事？可知道夫妻原是恋爱离子？娘子心中有非常事，只怕乃妹我两冤死。听他言语常应是，难道他话中有所指？娘子不必一承认，若是要吹破女心啊你不是蓬莱县家子，何必话
心事。就让我今日全当西安家子来猜一猜娘子的心中事。你不曾信，你不还擦起他应生词。家官是梦无差池，以我梦共相思。莫不是我娘亲待你来欺养，你生日为穷奈我妻子。灵堂是生前高明为夫人，岂为得欺压小辈十里一次？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言语打在我娘子。灵媒出言已不是此，我一般今生一太无知。莫不是你为日高峰心不稳，冤冤是理想在工厂归富贵荣华好早前，何劳营养操心思。莫不是你灵于阴茎别有此，姻缘不缘配鸟死。你枉为是个万能子，什么不够谁我知，将我一家太公亲，难道你言我便是？小生并无此意，娘子休要生气。呀！这不是那不是，真正是乃我们娘我到底不是蓬莱谢家子，今朝里难测娘子的心中事。那我知道这个廉颇老师跟你桂芳老师的合作啊，那岂是一朝一夕？你们的合作是始于这个50年代，对，50年代初。对，那基本上是
走过了这个半个世纪的这个合作的历程啊。那尹老师一定也是对您影响很大。当然，您对影派的形成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时你们合作的一些情景吗？这个我跟尹桂芳老师合作啊，是第一个戏就是《何文秀》，就是195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很年轻了，但是他很支持，那么《何文秀》里边有一段唱啊，就算命这一段，这一段其实很新的，是。不完全是影派了，从现在来听，都是在粤剧的唱腔当中属于很新颖的，好像是融入了一些评弹的这种评弹也有韵在里面啊，评弹也有五零调啊，等等，好多因素，但是呢，基于这个影派当中，听起来既是影派，又是很跟那个算命这个情景结合起来。当时搞这段的时候呢，尹桂芳老师。这个很支持，他觉得这个好，我当时有点胆怯，是不是好像太过了，太放了？所以当年您是一个青年作曲，那周围也有很多专家，也有很多粤剧界的人士，是不是也给您一些压力了呢？对啊，当时我提出来，我弄好了以后，我不改尹桂芳老师说好的，就这样。所以尹老师肯定了。他说我来学，他很用功的学，专门研究，反复推敲，所以这段东西一直50多年过去了，这段东西还是成为一个影派的一个经典。是几乎每一个学习影派的小生都会演绎何文秀，对，都会唱起最经典的算命这个。那么说到这个尹桂芳老师这个对艺术这个执着，那是很感人的事情。我讲个小故事，因为当那个曲园这个现在不是有个片段吗？对，曲园这个最后这个就是雷电颂。很可惜的是，尹桂芳老师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影像资料，但是所幸的是在尹桂芳老师这个生病之后，还是拍下了这个4个折子戏。对，这其中有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屈原。屈原这个这一段拍的时候，我在旁边，非常感人，因为他那个时候脚站不住，手也不会动，那么这个呢，这个雷电颂啊，要大幅度的动的。对。但怎么办呢？他就是想了个办法，就是一个脚啊，用那个布景里面的那个铁啊，把它绑起来。这等于是固定在那个。固定那个地方，一个脚就等于是用机械装置，就是固定在他因为站不稳的了，一定要站着嘛，站不稳怎么办呢？把这个脚绑在这个铁杆上，绑在铁杆子上。哎呦，这个手呢搁在一个上面，就一个手动。所以我们等一下看一看啊。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是很舍不得，我在旁边啊，我不同意的这样。他说呢，你放心，这个对一个老人，对一个病人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真的。我知道连波老师每次想到这儿，肯定都会非常的难受。老先生是这样子，为艺术啊，他就是。对不起啊，那么他呢一定要坚持，一定要这样站在那儿，一定要表演。所以当时拍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出他的眼神啊，非常锐利。是因为曲园那个时候是问天怎么样，问地怎么样。对，就我们看这段的时候，觉得虽然老先生的这个形体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但是他的眼神的表达，包括他的唱，对，还是非常的气势磅礴，真的是就像您说。所以呢，这个我想呢，这个影派艺术啊，不完全是个唱，更重要是个表演，所以尹桂芳老师这个表演很内心的、内在的，比较深层的，不外露，但是很有气质，所以刚刚我讲过陈立听先生对他的评价，是吧？是。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们学影派啊，要全面的来学。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就为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播出这段非常珍贵的录像资料，一起来欣赏一下尹桂芳老师演绎的《屈原》。胜利，你在无方。一分
落在妖魔鬼怪，让非所对他将儿在一起。炎日里间才撇9天，他光顺顺变化万千，须知黑暗撇开。明日雷公击破鬼魔，三人红龙威力无穷。很多这个影派弟子啊，虽然说10生9影啊，但是好像很多的这个影派弟子都没有真正看过这个尹老师的这个现场的表演。对，这一点是非常遗憾的，因为尹桂芳老师这个为人啊，他是从大局出发，他有几次都要拍电影，都没拍成，什么道理啊？都是为了大家。第一次在这个1947年的时候，就山河恋吧，就是山河恋以前他有一个已经合约都签好了，准备拍一个电影，他的电影。他为了这个投入这个山河恋呢，他把这个电影放弃了，就为了这个山河恋的大义演。对，大义演吧，是吧？还有呢，就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就是香港啊，准备拍那个《新令君》，拍《新令君》呢，他那个信写给我，准备音乐什么弄，准备研究了。后来也是为了演出这个《红楼梦》啊什么的，他把这个东西割掉了，也割上了，所以非常遗憾，现在无法弥补。那么现在刚刚您讲的对的，现在好多这个学影派的弟子啊，没有看过尹老师的，我们怎么讲他都不能理解。但是有一点，就是刚刚君安讲这个，就是说尹桂芳老师这个艺术啊，跟他为人的有关系。所以我认为研究这个流派啊，要从他这个为人，从他的本人的性格。因为本人的性格，它体现一种美学原则的。那么尹桂芳老师这个艺术呢，就是很朴实的，很朴素，朴实，而且深沉，不外露。君安看过尹桂芳老师的这个舞台演出吗？我没有，但是我比较运气，就是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打从16岁开始，老先生就是每天到排练场来看我，来指导我。特别是那个时候86年的时候，我们排《红楼梦》，那个时候请了上影厂的著名导演黄祖模，那么黄祖模还有贾阿婆连老师那个时候都在，然后泰先生是每天走到排练厅，就是坐在那边就是跟看着。很多的影派弟子相比，你是非常幸运的。我是最幸运的，因为你一直待在老师身边。对对对，对，非常幸运。这地方要讲个小故事。因为君安这个他很小的时候就拍《红楼梦》，16岁吧。对对对。那个时候呢，我们完全当他小孩一样。这个他因为对于《红楼梦》这个因为年龄小嘛，对贾宝玉这个心理的体会啊，有不足的地方啊，因为本身这个人物就是非常多元化的。对，那么这个导演王祖模先生呢，对他要求很高，我呢也对他要求很高。结果呢，他在台上演的时候演的不到位呢，我们两个要骂他的，就到后台，演完了以后到后台就会骂他，台上排的时候也要这样，要说他嘛。这个尹桂芳老师很舍不得，他跟我们两个人偷偷讲，你们不要骂他，好好的跟他说啊，跟我们打招呼了。
所以他对他君安是真是非常非常的疼爱的。那么既然聊到了《红楼梦》这部戏，这也是一部影派的经典剧目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版本，那是王君安和李敏在1987年，芳华乐剧团来到上海公演《红楼梦》的一个录像。那个时候你多大？我才16岁还是17岁吧，16、17岁，很小。但是正好是很符合这个贾宝玉的那个时候的实际年龄，对不对？稚气、书卷气。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公演了多久？有1个多月。1个多月，而且当时也是盛况空前。对，老先生每天来，天天把场，天天来把场，天天来陪我们，就是说谢幕。那个时候。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片段。妹妹，情缘两缘将。上面不知何处去，可留下苏州怕为害邻人。妹妹，林妹妹，林妹妹，是今日千夫万婚，婚不归，上天上地。话几句，是不能无言无语情，草那么在欣赏这段《红楼梦》的过程当中的这个廉颇老师一直是连连点头，并且说很轰动，当时的情形非常的轰动，当时也是真的是也是盛况历历在目啊，应该这么说。对，对，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一批人都非常的整齐，给观众一种很崭新的面目，就是芳华的崭新的面目哈。都是朝气勃勃的一些青年吧，是当时他们都是芳华新一代，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刚刚毕业嘛，刚刚艺校毕业。在那个时候，这个老先生还是亲自到现场来把场，每天来，每天来，每天必到，天天来。我们真的还是很想听到这个王君安跟我们聊一聊你眼中的老师与桂芳。我觉得老先生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位非常非常慈祥、善解人意的一位先生。因为我们实在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就像自己亲人。就像自己的奶奶呀、外婆这种感觉，有这种亲情。就是说，其实现在我都很奇怪，我每次要跟太先生的照片，其实我没有一张好像像样的照片，我现在才发现，就是为了
就是说制作这个 CD 的时候，我很想找一张，就是说我跟泰先生的一张合照，一张非常正规像样的一张合照，找不到吗？就没有。为什么找不到呢？就是那个时候，要不就是忽略了，还是怎么样？还是因为太亲近了？你知道，有的时候家里人反而经常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就没有一些很像样的照片，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这是蛮遗憾的，但是，我看君安回忆起这个泰先生，也一直是非常的动容。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段这个泰先生、尹桂芳老师和袁雪峰老师合作的一段影像，是《山河恋》送信的一个片段。你把私信交予我，我听你就多于那无忧天。但是我也想和你打封信，不知小姐肯不肯？你把私信来交予我，我与你送一些信份。我不是私信，是口信，口信谁来呀？我记在心里。这个口信要上心，不可再与那旁人听。在我的口，在你的心，答应那举送要记住你。先生答应言语反悔，你就说吧。唉，妹妹呀，你在讲什么？我在念心给你听啊。现在我和你开心那年，就是当和你见了面，你的眉毛像天线，我爱恋在心呀里。啊耶妹呀，我和你，你不知我想你，你不见我与你说话，你不回答，我和你这件事非敷衍。啊耶妹呀，我是一见就钟情你，为此你可否将我怜？我是一见就钟情你呀，你我真好像爱你。娟啊，说起你出国的这10年，事实上到了这个后期的2、3年之内呢，大家一直对你有所关注，你开始陆陆续续的出现在一些特殊的演出当中，或者是一些这个晚会当中，等等等等。这是不是一个信号，说明你已经决定要回到越剧舞台上了？我觉得我很想为老师做点事情，特别是我自己的年龄随着慢慢长大了，我都很想来报老师这份情。那么陆陆续续回来，那我觉得芳华也的确是需要我。那很多观众啊非常热情，一直在等待着我。对，我就想说越剧观众也需要你。真的是，那么我都觉得很受感动。那有的时候我也想，我有今天，我都觉得全靠泰先生培养我，也全靠芳华培养了我。那所以说，我觉得我能做的，我一定会来做。那不管将来怎么样，就是说，我尽我所能。不过我也的确是很想为这个影派艺术，就是说，来做点事情，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特别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老先生教我的，我想这么多的学生当中，影派的学生当中，我觉得我是最幸运的，就是说老先生每天在这个
排练厅里面看着我、指导我，我想我是唯一的。那我觉得我应该为这个影派来做点事情，我觉得有这个责任心。对，应该这么说，你的肩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我也觉得是啊。那另外，我觉得芳华这个剧团很不容易，我也很想讲一讲，因为这是老先生就是说他自己创办的，是。然后在全国来讲，这个芳华以个人名义，就是说。这种剧团呢，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芳华是唯一的，是全中国的确是唯一的。那我觉得老先生这个一辈子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我觉得芳华现在呢，芳华一定要有影派才有它存在的价值。那我觉得我应该为老师做点事情。所以。现在芳华有什么任务啊？有什么演出活动啊？你都是非常积极努力的，我都会愿意去做。是，那么接着我们要播出的这一段《红楼梦》呢，就不同于刚才我们播的那一段，这是在2004年你回到芳华越剧团，主演的那场《红楼梦》。对，3年前也就是怀念老先生的去世3周年。那么现在我们还是来关注《红楼梦》的片段。好，好兄弟。我明明与林妹妹曾一起血眼万夫，怎么你怎么吧？你说是都变了，都变了，为什么？为什么？说到家门中来此地，你所想，老子我以为8年好事尽消停，为什么月老西出了红头？为什么没愿抽把好花？为什么悄悄进门就来？莫不是老祖宗骗？兄弟，兄弟，你替我走，替我走。宝姐姐，关走，兄弟，我心林妹妹，你在哪里？林妹妹呀，一定是七夕年上分。你们听，你们可曾听到你？声音，你告诉我，你可曾听到他的哭声？
要给王九你把我们放在一间哦，也好让同病家来心靠心。我咋也能洒相见，死了也苦同问。老祖宗啊，我天下百闻无所惧，此去妹妹红丝丝。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名家名段任你点，我是陶海。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的2位嘉宾，著名影派小生王君安以及著名的作曲家廉颇老师。君安吧，那很多观众还是非常的惦念你，他们想知道你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希望就是说下一步有一些好的剧本能来演一下，然后呢到上海全国各地来演出。好，我们也期待着。那么廉颇老师，通过这档节目，对于影派，对于君安，您还有什么话？赶紧嘱咐他几句。君安呢，这个我希望把影派全面的来继承，就全面的来理解这个影派的一些基本的特点。非常感谢电视间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廉颇老师还有君安，我们一起跟电视间观众朋友们说上一声再见，好吗？再见，观众朋友们，再见。再见。1月1日、1月2日、1月3日，首先为您奉献3天节日大餐，元旦乐3天。1月1日，西厢记，人气小生徐标新期待已久，展现原派不凡功力。粤女争锋金奖选手吴群过一把小生张君瑞的戏瘾，陶海粉墨登场，扮演红娘，扮相好到你想不到。1月2日，珍珠塔，著名七派。他这个为人啊，有点像他那个老师哦，有点像尹桂芳老师，比较大度，想得开，做事情也比较这个就是说不是斤斤计较的，尹桂芳老师就是这样的，那么对人呢很宽厚，而且呢善于帮助人家，所以我觉得呢，君安呢，这个尹桂芳老师的一些优点啊，他是学到的，他是继承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是为人是做人是首先的，这个艺术是也重要，但是有了好的做人了，是就会带动这个艺术。那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尹桂芳老师过世的时候，居然是什么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其实我是一直在那段时间，老先生在医院的时候，我差不多都是每天打电话给他，但他不能讲了，已经不能讲，但只能是听到我的声音。那我听英梅阿姨在说给我听，她说老先生有点头这样子，但是因为我实在是回不来，那个时候刚好是大学的最后1年了。那个时候学业太紧张，赶不回来，真的是赶不回来。我想我赶回来之后就出不去了，因为实在是没办法。那所以我为这个事情心里也非常难受，因为总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小心。就像刚才廉颇老师说的那样，那么现在的王君安呢，通过了这10年的磨砺和学习之后，如果再次登台的话呢，表现影派艺术一定是更加的成熟。那我们接着继续来欣赏你在这个芳华乐剧团60周年的庆典上演出的盘期的另外的一个片段《和平》。好。你可知个人生于世，非常真意非常事，非常事意非常心，这非常心你如何彼此？谁才是个人自由，个人是可知道夫妻原是恋爱离子。
娘子心中有非常事，只怕乃妹我两女死。听他言语常应是，难道他话中有所知？娘子不必一承认，若是要吹破你心啊！你不是蓬莱县家子，何必往事费心思？就让我今日全当县家子来猜一猜娘子的心中事。你不诚心，你不还差情，他应生死。也怪是梦无差池，以我梦共相思。莫不是我娘亲辈盼得不的娘子罪，杀了三界鸳鸯贼，今日同往。这个 CD 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我也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我的很多朋友都喜欢听我们粤剧，但是呢，当我送给他盘带子的时候，他就看不懂，老师来问我，君安啊，你这段唱腔是什么意思啊？很好听，但就是听不明白，就听不明白。那我就觉得，我们就应该尝试尝试啊，把这个翻译成个大意，让人家来了解这个唱段是什么意思。是，我建议你今后在舞台演出的时候，最好也把那个字幕啊
翻译版英文、中英文对照来看，那个对不对？可真是也非常的新颖。哎，那说到了你在美国这一段，我不得不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在媒体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应该说你这是在你的这个事业的一个巅峰状态，啊，突然之间离开了舞台。其实那段时间你去了哪里，很多观众朋友并不知道。但是后来我们陆陆续续的听到了一些传闻，说你在美国，能告诉大家当时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离开舞台了？那个时候10年前了，也就是我在福州。那个阶段呢，在中国这个戏剧界，特别是非常的低迷。那我也觉得，哎，好像有点闷了，还是怎么？很想学一点东西，学知识。那所以呢，我才决定出国留学，来补充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的东西，来提高自己的修养啊，各个方面。那主要还是为了充电。对，为了充电。但是我听到了一个说法，说你走的时候，这个泰先生尹桂芳老师好像还非常的难过。我想肯定是非常难过的。一方面是非常难过，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泰先生他也很理解。他很理解啊。对，因为我每年我在国外的时候，逢年过节啊，基本上我都是打电话给他，问候他，看看他好不好。那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从来没有骂过你。但他是不是从来没有骂过？我知道他心里很难受的，但是呢，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会不会就是旁敲侧击的说，君安啊，你什么时候是不是可以回来登登台啊？泰先生倒是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他都是给了我这种自由的。他觉得，你觉得什么是对的，你就去做。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开明、非常能善于理解的一个泰先生。我们在做这个采访之前呢，跟君安沟通的时候，君安就反复提到一点，他说廉波老师一定要请来，因为廉波老师是看着我长大的，真的是。那廉波老师既然是看着君安长大的，能不能评价一下君安的为人，君安的艺术，在您的印象当中，君安是一个怎么样的演员？这个君安啊，我的确是看他长大，对他特别有感情，所以看到他像看到自己小孩子一样，看到自己女儿一样啊，所以这个特别亲切。因此他的成长，他的一个收到一点效果的话，我都很高兴的。他每次回来到我这儿来，我总看到他，总感觉到他进步了，慢慢的在成熟。现在特别成熟。如果现在能够登台演出的话，我相信啊，比10年以前更好一些。因为这个艺术啊，一定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他现在呢学了一些，他不是跟我通信嘛？以前跟我通信写不通的。现在他那个跟我写信比较流畅了，对吧？中文也比较提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还是有必要的。那么君安的这个为人呢，我是说，为什么我对君安比较好呢？因为云在桃林，小你我28苗岭桥同塞。想你我自应人不识，自应人。他想你松涛在里西晨光，奈望君与亲分。不功名，他想你应以尽是举众生，难举自己讨口。他想我世俗不尽，来是女上夜年旬不尽心。他想我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你可怜迷了家心情。听小我两个情王台，想你究竟能自己，叫我往事自己多，笑你不该少怜你长满。
你爱我，我爱你，错过情长无此人，无此情。听到了，你给大家呢带来这张专辑呢叫做《影韵风流》。我知道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还蕴含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深层的主题，那就是怀念你的先生尹桂芳老师。对，因为明年就是尹桂芳太先生的88诞辰。88诞辰，对，那我很想来想为老师做点事情。那所以说这段时间都在策划这张 CD，以借此机会来怀念太先生。那我知道这张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的，在选曲方面，哪怕在配器，在各个方面的这个廉颇老师都是起到了很多的这个关键性的作用。对。那廉颇老师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选曲啊，或者制作有哪些特点吗？这张 CD 的选曲呢，一方面就是要体现尹派的基本的特色，所以把尹派的最经典的唱段集中在一起。最经典的一些尹派唱段，最经典的，流传也，那么这个同时呢，也根据钟安的特点，钟安的唱法，就是他的嗓门，王娟他自己有自己的演唱的一些方法和特点，所以也考虑到了啊。尹桂芳老师在的时候呢，他一直强调一句话，你们学我的流派，不要死学啊。对，戏剧界特别是非常的低迷，那我也觉得好像有点闷了还是怎么，很想学一点东西，学知识，那所以呢我才决定出国留学，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特别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老先生教我的，我想这么多的学生当中，尹派的学生当中，我觉得我是最幸运的。我不同意的这样，他说呢，你放心，这个对一个老人，对一个病人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真的。我知道廉颇老师每次想到这儿，肯定都会非常的难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名家名段任你点，我是陶海。
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呢，除了一如既往的为您呈现各大剧种的经典唱段之外呢，还会为您邀请戏曲界的名家和新秀共话戏剧之美。那么今天的我们的现场呢有2位嘉宾，首先要介绍的这位呢，我一说出他的名字，我们电视间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会说上一句久违了，那就是著名影派小生王君安。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很久不见了，我是王君安。好，谢谢君安。那么坐在君安旁边的呢，是我们的德高望重的一位老艺术家啊。那是在影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当中啊，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著名作曲家连伯老师。连伯老师的作品，我们电视间的观众朋友一定是非常熟悉了，比如说何文秀、宝玉与黛玉啊，这个屈原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影派的著名作品，在观众当中啊有着非常深厚的影响力。连伯老师今天能够请到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真的是万分的荣幸。先给我们电视间的观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好吗？观众们好，今天我到这儿来录这个节目啊，感觉到非常高兴。第一呢，通过这个呢，对影派有个美好的回忆。再一个就是为君安做一个节目，我觉得非常高兴。为君安做一个节目，也是为影派艺术做这档节目，是吧？好，谢谢2位。君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有2件事儿，对不对？对。第一件呢是，我知道你们正在这个策划一排这个非常大型的纪念影派的演唱会。是的，这个演唱会就是说定在1月20几号。那主要是怀念老先生88诞辰。对。那么在尹桂芳老师这个88诞辰的这个演唱会，这个纪念演唱会之前呢，你个人也推出了一张专辑。对，是吧？能不能给我们仔细的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一些情况呢？好啊，这就是这个专辑的海报，就是影韵风流。哎呀，照片拍的真是非常的漂亮。谢谢。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一般的这个海报吧，都做的色彩非常的明丽，为什么你的海报显得那么素雅呢？因为我觉得影派相对来说不是比较含蓄，而且很雅，比较清丽委婉的那种。那我觉得这样一做吧，就有点区别于很多戏曲的那种一般的那种戏曲带子。对。那我很想把这个粤剧呢，做成一种比较有国际性的。所以说这一次就把它做成是中英文版的。就唱词是中英文版的。对。这也是非常便于这个国际友人来欣赏这张专辑。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就是说现在是，特别是上海已经走向了一种国际性的。那我希望更多的国外的一些朋友啊，国外的一些观众啊，都能够了解影派，了解粤剧。好，谢谢王君安。那么这里是名家名段任你点，我们首先呢来听王君安的一个唱段，玉蜻蜓的《钱幽庵》，好吗？好。no，不是，我对你笑你。是在对你笑你，对你笑，此次倒是在你我儿子笑的。山海呀，叫你我生所欲用要根据你们的条件，因为尹老师这个时候唱的时候，他这个年纪比较大了吧，嗓子上有一定的局限吧。你看君安这样完全可以发挥。所以这张CD里边呢，充分发挥君安的特点。对，君安的这个嗓音条件，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这一张 CD 这个唱段里边呢，就是按照现在时代的特点，所以我们在配器上也花了一些功夫，也做了一些调整。具体的是做了哪些调整呢？比如说这个配器上用了一些交响乐立体的，这个花了功夫。但是交响乐和这个粤剧本身伴奏的这个结合不是那么简单的。对，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一方面发挥那个交响乐这个立体的作用，同时要体现粤剧的风格。
不仅体现豫剧风格，还要体现影派的特点。所以这方面呢，我特别注意，因为这个弄得不好，就是自管制。是。这个越剧管越剧，这个交响乐管交响乐。对。两个是贴上去的。应该讲要把它揉在一起。那么我觉得《君安》这段片子呢，我自己也比较满意。对，凭着您对影派的这个精髓的理解啊，我相信这张专辑是一定有可圈可点之处。那君安能不能告诉我们，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到底是选了哪些曲目呢？这个也是观众朋友们非常想知道的。这张 CD 当中呢有浪荡子，桃花扇，玉蜻蜓，红楼梦。何文秀，其实都是一些影派的，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对影派的经典唱段。我相信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影迷们啊，一定是非常高兴，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期待这张专辑了。那这张专辑大概是什么时候可以跟观众朋友们见面呢？应该是在下个月演出之前，1月20几号吧。就是1月份就会发这张专辑。居然我还知道这张专辑是限量发行的，是吗？对，限量发行的，总共也只有几千套而已。几千套而已。对。那为什么会选择限量发行这种手段呢？因为我觉得要把它做得好，所以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到位仔细。所以说质量上各个方面都比一般的都要高，特别在印刷上我也里面特别就是说印刷纸文字我中英文版因为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做成是一种比较好的，然后收藏价值的。唱词是中英文版的。对，因为唱腔吧，你一字字翻就比较难，所以我后来决定呢，就是说把它翻译大意的意义一段唱的大意是这样子就让一般就是不能看中文的人就能了解你这段唱腔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蛮有收藏价值的。关于这张专辑呢，非常感谢君安和连波老师的介绍。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唱段，是君安这一次在这个芳华乐剧团成立60周年的晚会上演绎的这个盘七的一个片段，对，洞房，对，一起来欣赏。